睇完呢出戲真係幾好睇，台風啊，表演啊都好感人啊。好細膩啊個表演係，因為我哋咧坐得比較前嘅，所以佢嘅表情啊、做手啊、非常之到位。我覺得整體他的表演啊，包括背景都是挺震撼到我的。睇影評嘅戲咧係已經好多年㗎啦，佢嘅表演嘅風格係比較細膩嘅，情感方面好細膩啦，唱腔方面都好溫柔。湛江專程過嚟睇嘅，帶埋小粉絲過嚟嘅。很喜歡今晚嘅表演。我特登喺香港翻嚟嘅，連睇2晚啊我，好睇，好先進而家啲粵劇。今日咧，我睇到現場咧，亦好多嘅輕嘅觀眾，我相信我哋嘅粵劇咧係一直有生命力，同埋越嚟越多嘅年輕嘅觀眾會關注到我哋嘅傳統文化。